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来个节目啊！乡亲朋友知道无？俩几年呐，你常常做在堂度动动你客家界、流行界歌曲哦，还做在堂度通绕。不过大家有发现无？俩几年你唱做在堂度动动个唱少年，开始从客家歌曲哦。今晡日让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所以你绕墙都是唱少年，全是个一群个音乐人来到两片。是马上咧，大家的分享，体育界来宾系你个神像分享。大家好，我是林神像。哇，欢迎老师来到鸦片吼，真的青贴片吼，燕聪 VS 姐昨天唱到神像欣赏，不过根本也是抢少年的转型，要昨天有唱到欣赏，为什么是声响老师嘞？吼，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聊一下哈。今天呢，你来分享个系你个 Misa， 大家好，我是 Misa。欢迎 Misa， 好特别哈，很动奇妙个组合哦。今天我来绕讲个系翁子燕。哟，大家好，我是翁子燕，又来嘞。应该他此后少改，所以你有一个哟，你自己有觉得？因为应该打白了是大家好，我是翁子燕，是动摸意思，所以玩家奉献。那你刚才那个哟，有觉得很不一样了吗？不知道，要不要再来一个？不过因为到放映，真的请放映之后，看到3位音乐人来到鸦片哈。不过乡亲朋友是问啊，说这3个组合放在一起，好像觉得跟一般的想象我们会觉得不一样，对不对？其实这样的组合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哈，基本因为 TPL 收给，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抢少年音乐转型的制作发表会。听起来黑马该制作发表会，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如公司合为飞个片哈，因为如香港啊，我们那个最主要针对如南部客家的少年哈，如以前还能摸那个童谣，咁个我们做为3年的安尼童谣哈，过来讲，看到如抢少年有摸音乐，比如讲你嘅唱、你嘅跳嘅时节，还能用国外音乐啊，也用国语歌啊哈，如想讲我们今日可能发展一个如用客家话，我们做得写嗰种，做得唱、做得跳的那种歌曲，所以安尼。那个想法还安尼来的，所以都因为以前跟子轩啊，还有 Misa， 我可能差不多7年前开始，我们开始合作都制作安尼童谣，所以都嘛强卡来做抢少年的那个专辑。做童谣歌后，慢慢就发展到抢少年呀部分嘛哈，所以其实按用唐友就会有一个专属青少年的这种专辑给感觉，对不对？所以亚拜黑碟11月3号。周六在高雄嘅哪边有？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专门的发表会，从冇？还呢，这个闽农的文创中心，文创中心。我说，安永给抢少年嘅发表会，已经刚刚老师说了，已经这是第3张专辑了，对不对？所以 Misa 跟子轩一直都有参与，所以也是很多年了。对啊，我说我们明年一定会强加工作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对，好像我们以前会讲，每一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露营活动，有没有？每一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活动，所以你们等于是每一年当年就有安永大家聚在一起的出一个青少年专辑，对不对？对于 Misa 也喺子轩来讲，感觉冇强用什么？本来是应该是本来是应该打演的戏嘛，戏那种表演啊。后来是差不多6年、7年时间，我爸爸妈妈什么经验我戏面，跟戏，所以跟爸爸妈妈没打演游戏。哦，真的吗？真的。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当年读游戏。有一年去。拔了很多萝卜，我记得整个车厢都是萝卜。所以现在古时候亚哈其实你可以抢生也专辑制作的期盼是子轩的爸爸妈妈，你今年会希望，今年有吗？好像一个旅行一样。不过很重要的事情是，这里面其实是你们是特别由像青少年作词。所以并不是我们一般熊的那些歌手去给他下词，也是谱曲，所以你们是邀请青少年作词，然后由各位音乐人谱曲。因为嘛伫个上啊，结合个拉下抢少年伫个项目个，我们迄阵做讲啊，用我们结合个抢少年时节的个想法，其实已经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一推你的你冇相同的想法。其實佢係都國中生演的嗰種嘅表達的能力、文字的能力，基本上已經做得做創作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想講啊，都我哋都請公司做一種工作坊。教員講，寫歌詞要注意某個事情，哦，按個誒某個韻腳啦、那個字數啦，也很用誒，那個歌詞的形式係乜嘅，哦，故所以我哋都請公司啊，我記得他2年前我哋叫咩？搶到個滅火器的楊大正來做你講座的時間，哇，那聲音的瘋狂啊，很踴躍有冇？很踴躍。現場你按講啊，就排誰講？迄請黃子軒做講師嘅時間，應該更踴躍，錯嗎？就我還是請楊大正去。其實我們是開玩笑，不過就是我覺得這對青少年來說，感覺情某洶湧對不對？因為你有沒有想過，你從來沒有想過，在自己的生命裡面有一天，你都得成為一個寫歌詞的人呢？安國很多在出版，對，然後那個成就感不一樣，然後是請到音樂人譜曲這樣子。那你們接收到青少年寫的歌詞，然後你們是經過海選嗎？想說你一個海選，所以你們自己都會參與去選那個歌詞，會嗎？個形式係咁樣哈，都能有來參加工作坊某工作坊都唔怕，但是你們都可以投，哇，都可以送你的創作。送過來之後，因為有個評審委員會，有冇差唔多 talk 可能，譬如講前20首歌，因為係啲評審委員個好嘅作品，我哋歌手在下一期個 talk 可能，唔感覺到唔對，我哋對某個題材個有興趣，過來呢，我都 talk 嚟都做得緊那個，迄陣陣我介句歌詞也，感覺到有歌詞那個地方，有冇理解的地方嘅時間，做得改點咯，像 Misa 那個部分，伊拉今年。各位合作嘅有個新人嘅超齡演出嘛，哈，有一個傅文德，係啊，去年嘅전시地都嘅，超齡演出嘅嘛，都冇想到我嘅歌詞咁成熟，差唔多13、14天就各種嘅眼神，但係佢寫嘅歌詞嘅內容啊，還有佢嘅形式，非常的成熟。哦，真的，或者你有跟他見面嗎？有見面冇？兩三年，還講大天花，有大天花留佢聯絡，就上來留佢討論一下佢嘅歌詞內容，有時把我冇清楚嘅地方，因為我寫曲我先總清楚來嘛。我真的很好奇，我個感覺係按用你像講，迄個我係一個國2的學生，然後我寫了一首詞，結果Misa老師有沒有選擇了這一個？然後我還可以跟Misa老師本人討論哦，然後Misa老師在幫你譜曲，那最後這個完成的時候。你剛說傅文德嘛，對不對？結果談嘅時間，結果本人嘛嘅回饋嘛，佢會知道哇。其實我有邀請佢來參與佢自家嘅作品嘅錄音，因為佢一首歌曲去年啦，一首歌曲係寫思念佢嘅武漢嘅阿公，係思念阿公。因為我出到嘅，我第一擺對歌曲有安樣嘅感覺，就會講呢歌曲。董瓊斯小說，它就是有一種很親密的氣氛，它像文字很漂亮的小說，有這種氛圍啊。有了詞，有了他的詩，有了詞，有曲以後，我出到社會乜嘅東西，包括你就啲歌曲錄音嘅時間啦，就是歌曲底度用一團佢自己啱嘅 OS，他有加自己的 OS，就讓它整個的完整性變得。它就整個的完整性提高了。我覺得好棒哦！我感覺你胸口呢，你自己有人陪你寫詞，好，就是就是有一些訓練啊，還有音樂人幫你譜曲。喊卡重要嘅時間，你錄音嘅時間有專業嘅樂人，有聲響樂隊，有 Misa， 有子軒一起幫你完成。還有有幾分你即刻衝，還可以變歌手，然後還發表，好有成就感哦。對，有嗎？有一點，我記得上一次那個唱小燕那個發表會時間，因為滅火器沒有去，所以這邊記得從滅火器從記得寫歌詞的時間，記得是全部上台去跳啊，去衝啊，他們覺得很光榮啊，光榮的一夜這樣子，很興奮，我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表情，就是我覺得。人生成就解鎖這樣子。不過我知道你們在海選的時候，你們還是會有指定歌曲。有嘛，對不對？而且指定歌曲是你們歌去發表嘅歌曲。像今年呢，指定歌曲都寫來都讀2條，寫咪讀2條。因為寫來寫咪嘢演的 key 冇相同嘛。一條係能慢歌，一條快，各夾嘅歌誒。
你看原先咯演相冲目嘅，可能你第一轮嘅评选过后，阵说有几下要，你嘅分数个接近呢，你可以对调都冲安尼啷个一条，可能你差不多你做得跟人都托起来啦，我感觉到那个我哋做那个专心呢，其实都教育任务，个还要摆一啲个头前，所以如讲那个古夜那种制作嘅歌唱地方，像比如讲歌手海选之后，我哋入嚟讲6年嘅時間，其實我嘛都個清楚嘅人講我哋做到就是並唔係講能將來一天都變一個專業嘅歌手也係做乜嘅，可能第一講原來音樂製作係安尼，按個嘅歌做得樣嘅唱，那下來到那邊，結果你把6年時第一唱歌唔係簡單嘅時間，我講我哋都有我哋嘅經驗啦，那個。做得家人講做得讓我唱歌嘅嚇，如啦，透過你嘅歌唱地方嚟講，話係你完成一個其實係你間教育有任務嘅一個行通安尼啦。係冇唔錯嗬，話同大家講，大家係咪對你種專輯比較動好奇咧？還有乜嘅故事做啲分享，大家聊下，等下當中嚟講。現在咧，讓上到聖香彌撒之前咧，到節目地度到大家嘅分享，哇，見到有一種搶手應該專輯嘅發表咧，吸引嘅上河度高雄的文創中心，真的太棒了耶！怎麼只有我很開心的樣子？因為真的很特別，因為有青少年他自己可以說是。從頭到尾都參與按用嘅感覺，因為你自己寫詞嘛，又可以跟音樂人合作，又做啲創歌誒。不過這張專輯因為係第三種誒，同以前嘅有什麼概念上有比較特別或不一樣嗎？盡量如講明年呢，還是有做某相同嘅一個改變啊。像譬如講前年呢都係像楊大正，做乜會像大正？因為大正咧，伊媽媽係客家人啊。伊講伊冇唱過客家歌。哇！咁所以那個記憶都講伊係呢，伊當然伊係呢唱好多歌嘅人嘛嚇。伊都嘗試嚟向佢做一個客家歌安尼。另外像今年呢都有個安尼邀請喺度。農村武裝青年阿達，伊係呢好多年，伊本來都唱好多歌，但係伊都各有安尼嘅共同嘅元素，都會因為小農下農村嘛，故所以我哋會幫一些如果跨族群嘅那個概念啊，哈，明年如果可能做一些可能冇相同嘅嘗試，因為阿達伊去年呢發表嘅新嘅專輯，安個都有個。我都看到哇，阿達哇，那種專輯做到夠好呢，我哋都想講，今年做得邀請阿達來，強卡來做。而禮拜嘛有一條歌係呢做 reggae 嘅節奏，我感覺到新人咧愛跳嘛，夠好跳嘅一個歌誒。有清口，因為就像時常講誒，其實這有教育的任務在裡面。你看他自己參與，然後又做啲衝，又做啲跳，有嘅感覺清好。所以其實我發現啊，按多來出嚟客家嘅歌數也有一些好老嘅，對不對？所以我覺得很多元。在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多元。不過今年，老師這邊我聽過2首，先偷偷聽到有2首，一首是魅族，對，還有一首係落下嘅意，對，我發現都是同一個作者，對不對？佢寫歌詞嘅一個細阿妹叫做宋麗珍，伊其實伊媽媽係呢印尼人，新住民，有一條那魅族那個歌詞呢都。我看到伊個寫歌詞，那係你寫乜個東西呢？後來人底下講伊個伊係你寫嘅印尼話，我愛你。我人底下講沒有，因為你用印尼嘅 ABCD 唔係念 ABCD 呢，而係念 ABCD。我人底下講原來係那安尼。我感覺到都看到個歌詞會個感動嘅，都講係你寫伊媽媽故事，都個勇敢去闖蕩，安尼，個會又認同伊媽媽嘅伊。一個印尼嘅文化呢，看到那個東西，感覺到看到如新住民嘅後台啊，係呢其實會肯定伊媽媽嘅片嘅文化，感覺到佢係呢本有個感動嘅。真嘅，因為客家人嘛，古時我們睇下做客家嘅歌曲，唔過睇下就講台灣係一個千多年做群融合嘅地方。古時你會知道，按用嘅專輯地度，雖然說客家話係主要的出發點，唔過睇下會知道，像睇下講有阿達老師啊，大正啊，佢也係有按用。
新出名啊，用嘅文化人入来啊，又无腔嘅音乐人做嘅无腔嘅音乐，又无腔嘅风格，用嘅感觉，还有艺术也是他做的，对不对？落下嘅意，这个就这个完全风格就不一样。系啊，发现到其实因各种高中生咧已经开始嘛有注意到，譬如讲我今日下空气污染咧，加下水源啊，那种污染的问题，还有诶。各种农村的各种资源像都市松的那个议题，因其实已经意识到那条题材啊。那我想系感觉到，我哋啲青少年其实因开始已经喺接触嗰度嘅议题，喺个想，喺个思考那个事情。我觉得就谁想欣赏讲诶哈，他们以后会不会当歌手，唔可以按重游，重要是你埋下了这个种子。对，这个也是我常常听子轩在分享通绕嘅世界谁还用你讲对声音来讲，他给行白为变，他噶故事冇该唔系提重了。不过你埋下了这个种子，所以一样，你们跟孩子们的互动，像米莎你这边，你觉得孩子给你最大的回馈有吗？给？回馈。应该孩子在你身上一定是学习很多吧？会觉得哇，我做得同 Misa 欣赏，用他冲狗对。可是我学生应该也会给你一些你想不到的互动，对不对？有。太感觉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个短片，黑 Misa 欣赏同你的学生一起互动的画面，对。然后这首歌是在新的专辑里面条个改一亚书，对，所以。有没有很想看？所以你有准备了团，你系咪强下来看一团？Misa 然後佢嘅學生嘅練習嘅一團短嘅畫面。就像愛，跳跳跳跳跳，這邊。就像愛，跳跳跳跳跳跳跳會搞意義。就像愛，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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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對，再唱就像愛，跳跳跳跳跳跳跳會搞意義。很好，那個偷偷啊，就是只要你覺得音太低，比較低，就像講話一樣，你就是放輕鬆，然後甚至把你的音量稍微收回來一點，把音量稍微收回來一點，像講話的感覺，不用太刻意用力的這樣子去唱，那個太用力之後拍子都會跑掉。最後一段再一次，就是胸那邊 1 2 1 2 3。就像愛，跳小朋友看起来好朴素，对不对？那种好质朴的感觉，干不够？而且俺吃到，虽然 Misa 老师在搞后给时间里面都是很笑容满面的，有没有？可是俺昨天刚出给那个阿迪 kiss 一台呢，有没有？有吗？有这么大吗？有吗？子轩有吗？有吗？有感觉。真的吗？他们抖得蛮厉害的，你没有看到这样？在后面抖。对，这首歌是情歌吗？还是？耶穌歌曲會講一招，就其實我哋後生嘅時節大家都安尼啦，咁樣就講看到教育嘅人啊、綜藝嘅人啊，行過迄個時節啦，不敢跟他對到眼睛，會偷偷看佢，偷偷教育佢，偷偷啲課本好寫佢名嘅，上課嘅時節，上課唔上課寫教育嘅人嘅名嘅，寫以後呢要排泄，要偷偷出題，偷偷吹他的指笛。好追。子轩，你看很难接话，你知道吗？那个人经验。不过抢声乐堂都按个歌曲会有共鸣，我觉得会有共鸣。眼睛看的都有共鸣哦。真的会回想到以前小时候，或者说给丢堂学就会有共鸣，很有趣。因为那首歌刚他们排练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没按简单，而且你讲麦克风轻贵系冇？我做一个麦鼓啊，一个30万嘛，我说跳过演那来唱的时间我。其實有乜缺點，其實都幾清楚，耳機都看得睇得到，所以其實我緊張啊，真嘅，俺人都盡量都喺身邊跟人協助啦。好，不過共識採訪哦，有時候聽安永嘅聲音衝狗，尤其是這樣子的有任務的專輯裡面，你唔會對你的要求好像要跟歌手一樣，好像要一定要這麼的嚴格，你就你聽起來會覺得那種質樸的感覺，會在專輯的歌聲裡面聽到。我是出到對家頭嘅神通。我們反而會回過頭來想，傷害那衝狗好像不用這麼一定要到
什么样子。10幾歲嘅青少年就10幾歲嘅樣嘅，因為就講家下第一團有講到講去年有一首非常超齡的歌曲，那一首其實我們也斟酌很久，因為還有3個也有錄，但係我自己嘅部分也有錄，後來我們斟酌了好久，最後決定選他的版本，因為畢竟雖然年齡就是嗰種情感嘅東西很超齡，聽起來像30歲以後嘅人寫嘅東西，但係寫歌詞嘅人還是一個10幾歲的少年。包咪糖豆嘅後製出來啊，最後的那個完整的版本就會出到安用就抽嘞。因為10幾歲嘅少年衝出10幾歲嘅種勇往直前，就是無所畏懼的那一種感覺。我覺得30幾歲我唱不出來了。對，所以其實這是維持他應該要有的狀態，就抽的哈。不過我們單講嘿米莎哈，還有子軒也有，今天也為你準備一段。我的哦，嘿啊，應該是很狼狽的吧？你剛說幫我打馬賽克。你剛才講聲音唱歌很有壓力，對不對？鄉親朋友，你家家都同哈，王子軒記不記到學生唱下嘅普通嘅短片。不要怕跌落給你水，發電將成給輸。奶要出來啊，奶要快，只快一點，但是還是有水。不要怕跌落給你水，奶發電將成給輸。將盡給獻你，看見到一世界嘅不一樣。1, 2, 3，用下嘅 feel。奶奶嘅獻你，鄉村唔愛流淌，恐怕下出奶奶自家嘅獻你。1, 2, 3, 4，唔管我嚟叫，奶奶嘅感覺行起行強下。3, 4，唔管我嚟叫，奶奶嘅交情行會行下去。朋友給獻你，鄉村給獻你，一起窮下下村愛人嘅歌哎。哇，黃子軒你很有風範呢。我都覺得那好嚴肅哦。對，我就是覺得青陽兄啊，就是講很情有風範咩？哎，這期裡面還是有一些很情有故事哈，大家聊下，你等下再來講。有看到哦，子軒的短片哈，覺得子軒你教學還很有老師的樣子，怎麼那麼嚴格啊？對，而且那時候圍着你那一群小朋友，雖然有些是背影啊，我昨天看到你說裡面的連那個有原住民的孩子在裡面，有一個叫嘉佑嘛，嘉佑他是棒球還是棒球隊，你看這麼大，有看得出來，以前比我高，現在還是比我高。以前呢很久，他們國中的時候，記得國中的時間是有參加嘞，記得有提拔落去唱歌，啊，該東西該嘉佑是，我覺得他很有一個氣勢，說老師。我準備很多吼，我要怎麼唱吼，我要怎麼然後下一句就說，我跟你講，我今天球速飆出140哦，他就是很有企圖心，然後很想表現，在這個年紀的小孩，你是安雍嘛，你美安雍，所以從禮拜你留影的時節，其實佢對自家咪動演嘅，其實從佢到兩三你屬是佢到的時節國中的時節，你下你是。夠重音延線的，所以佢就是重構重了一排。哦，那個音我沒推上去，我還要再一個。他們會有自己的壓力。這麼專業，已經按專業嘞。對啊，所以我們就是比如說錄一首歌到下一條過去的時間，佢就不會多，我不會練習，他們就會練過頭，練到老師，我等下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說你聲音都啞掉，我們休息一下。近期啊，佢哋聲音時練習的時間全部很就很痛，他們的那個工作外的活力很好，一進到工作的時候，那個疲態就表現在聲音裡面。對，所以跟他們相處，讓佢哋相處時，我起到我對佢哋是，我起到 any 的朋友，所以從嘉佑啦，啊 any 是佢哋是一些，他就跟我講說，那個這次我們有寫傅文德的歌曲嘛，那傅文德有一首歌叫《空空》，那空空其實是很超齡的歌曲，他寫一個失戀，然後走在馬路上閒晃，然後我想說這個比較像大人的心情，我自己就唱了。
就嘉佑说，其实我很期待唱这首歌，这很像我的心情，我的心情现在就是这样子，这太贴切，这个真的写到我心坎里。结果他没有唱，他很失望，他练了很久啊，这样，所以用慢讲对我来讲，湘西应该绕去到落去沟通，你做留音了解事情的期间，应该是用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是一起在这边工作，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事情，只是你的公司冇强用，你还系够手，我系指导你的够手，还有我够口的我写的，不过你系强下来做，一起强下班心，对不对？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跟他们的息息相关。我真的觉得动又以你，我讲的是真心的哈，好像讲，因为来封门直线之前，我说，你回答问题不要太冠冕堂皇，可是我现在自己很冠冕堂皇，可是如果人家真的很爱讲述，我觉得很有意义。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孩子们跟音乐人共下走两件事情，而且就像声响欣赏共其实有一些第1年参与，第2年参与，第3年还是参与，对，那对他来说，你们觉得你们这一群音乐人觉得每1年要聚一次，可是对基乐公他也是每1年，他搞不好也很期待，想说今年有没有，会不会跟子轩的爸爸妈妈一样，今年有吗？今年有没有？而且那刚才讲的是你跟孩子们的互动，那你们跟声响老师嘞会有压力吗？我不会啊，我觉得我们每年在开录前就是都会去一起吃饭嘛，然后我觉得声响哥对我来说，就我要对着镜头讲，声响哥对我来说就好像。我的爸爸，我哪个搞小扣？声响哥真的是很愿意跟晚辈分享经验的。他又到铅笔，佢到分享事情时候，你某门，佢不会讲，不会讲，不会讲。可是声响哥是看到一个差不多觉得是时机点，他觉得会分享，你在当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而且他不会藏私的。就我觉得有时候面对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啊，因为我何德何能，这个何德何能可以跟那个大师学习。但我是说真内心话啦，因为像我对学习的经验里面，像声响哥的生活经验跟我的生活经验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佢的经验还有去走进路的经验，有常时。爱袂上啊，从爱了上认识，身上过该东西都该做嘛的事情啊。再过5年，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会不会做到一样的事情？好像有个前辈的脚步在前面。对，所以我会觉得就会有给自己一些鼓励，就是说，你前皮又走过新工的事情，那还忙走过的事情是还有空间走在进步。太棒了，这是我的感受。那米莎呢？讲半米莎，你也可以讲我的坏话。讲半天没压力，还没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芷萱怎么能够这么easy在这里，因为毕竟声响哥还算是我们的前辈。其实我这栋来这个去创作，行松创作也路啊，也讲一路行过了，也有受到声响哥的影响。一部分，我说保密做的以前是神啊，以前就觉得哇是一个神的存在这样子。保密竟然有机会共下来一起工作，这种感觉就期末可能会觉得想要督促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跟上一点。尤其从做了强生人跟转型的时间啦，我知道我自己上下做事情他随性，就讲我不会要求的非常的严格。但係聲響工業來嘅時間呢，加下嘅 pitch 有一點調哦。來，我們再一次哦。你都講到聲響工呢，你知道？你說那個都，你說講到工呢，那個位階都變很高。位階更高了，神級，神等級，對。其實回來，因為太專業啦，古時給你來嘅時間，佢就會按用你。古時你點解訪問？我很緊張拜託一下我主持播起來，唔是訪問3個音樂人按緊總你昨天有睡嗎？我沒睡，整夜都在想，很緊張我的心情是一樣的，所以你說沒壓力，怎麼可能？你真的。那我還記得提白哦，聲響哥打天花板愛要將你強下來做唱小煙專輯的時間，愛加下做去坐公車，湊公車。我接到他電話的時候，他邀請我要做這事情的時候，我很緊張又很興奮，真的。
我就很兴奋，然后就最后皮包掉了。真的皮包掉了，然后回去找，但因为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了不起的一件开端，然后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当下我还记得皮包掉了的事情。是哦，老师，你要他可以是周亚强生演的专辑，你每一年都要找子轩，黑某机会很失落哦。我感谢你的子轩 Misa 哈，你大家都。算係呢，因為嗰種那個都算有嗰種有教育任務嘅一個前提嘅一個案例啊，個感謝人都都每年都大家共下來做那件事情啊，好棒哦！不過亞拜其實除了基本嘅因為係沈霞、Misa 同子軒那度節目第一，不過其實還有其他的音樂人叫他參與，對不對？比如講偉傑，偉傑也有，偉傑以前童謠嘅時間嘛有參與，偉傑可能那2年個清楚還能想要變成一個專業嘅音樂人，那2年啦，太棒了！我偉傑作品啊，都嘛係最新的一張作品嘛做到個好那我一個都今年都還有個農村武裝青年嘛，所以我哋11月3號，從下晝2點開始，喺美濃文創中心，就會有系列那個演出發通，然後包括青少年的歌舞擂台，可以觀老年咯，歌舞擂台係呢，會衝跳，係演這個編舞，這個上面編舞啊，可能用個跳安呢，然後一個都我哋呢。青少年專輯的發表都按不頭7點開始。太棒了哈！那 Misa 跟子軒要不要1句話或2句話來遊向鄉親朋友聽出來？我以為你剛剛邀請我去那個歌舞擂台跳舞。我我起到天然音樂節哦，你嘅專輯的發表時都2間會做發表嘛？當年哦，了這事件是你當期待事件啊，因為我咪當喜歡戲面攏嘅感覺，所以還有我爸爸媽媽、我成員啊、我朋友，佢哋全部當然 any 有戲，佢哋全部有戲，所以其實對 any 來講，好像1年1度的，像是一個盛會一樣，就歡迎大家一起來體驗那樣的氣氛。Misa，雖然我哋一直咧講青少年嘅專輯，他們從頭參與到尾，但係我哋講咧係專業嘅專輯，這是非常專業的專輯，他的音樂也絕對不會讓大家有任何可以挑毛病的地方。是，因為誰上時常要來嘅時間，俾講嘅配曲冇準，係咪講？不錯啊，就也係講有唱大家唔但唱起來參與，也安尼就講有青少年共下來創作嘅東西，也係講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音樂會，真嘅，希望大家共下來欣賞。耶，太棒了吼！我嘅心情係安樣嘅啦，其實佢到改編就喺談到音樂業，就喺談到唱少年，大家共下來從歌咧談幾多個專輯嘅發表會，其實要當到個話題啊，就喺老大家咧打嘴鼓，不過時間實在係唔難，希望我相信改到唱少年嘅爸爸媽媽一定也是非常嘅歡喜吼，就喺要愛用嘅機會。所以鄉親朋友11月3號係講大家有限嘅拜六下晝時開始到暗晡7點有發表會，大家共下來，所以今日請感謝大家，耶，太棒了，謝謝你們，感謝。哇，聽下來做乜嘅咧？你咧做認同了？